本影片將示範如何填報個別人士報稅表的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部分。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在此頁面，你可以申請傷殘人士免稅額、子女或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單親免稅額和供養父母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如果你在免稅額下選擇是，相關部分將會展開以供你輸入所需資料。在子女或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的部分，請輸入有關受養人的資料，例如受養人的姓名、關係、出生日期和受養兄弟或姊妹的父母資料。另外，如受養人在本年度內有資格按政府傷殘津貼計劃申索津貼，請說明你是否已就受養人申請傷殘受養人免稅額。在供養父母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部分，請輸入有關受養人的資料，例如受養人的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和與你或你配偶的關係。另外，請說明受養人在本年度是否通常在香港居住，或你是否已就受養人申請傷殘受養人免稅額。如你希望申請扣除長者住宿照顧開支，請同時輸入你或你配偶所支付給院舍的開支款額和院舍名稱。如你有多於一名受養人，點擊更多受養人按鈕以輸入額外資料。如你是已婚人士，你亦可以申請已婚人士免稅額及就配偶申請傷殘受養人免稅額。請說明你的配偶在本年度內是否有收取應課薪俸稅的入息。